最近，劉德華嘅工作行程依然緊密得好似上緊咗發條嘅鐘。佢唔單止喺電影界繼續努力，新片宣傳活動一場接一場，喺各大城市奔波忙碌，同粉絲哋親密互動，分享拍攝背後嘅故事。同時，音樂方面都冇鬆懈過，籌備咗好耐嘅演唱會消息一出，就引起歌迷狂熱期待。門票預售階段更出現一票難求嘅盛況，足以見得劉德華喺娛樂圈經久不衰嘅超高人氣。然而，就喺劉德華事業如日中天嘅時候，老婆朱麗倩今次現身，就好似平靜湖面下湧動嘅暗流，悄悄改變住輿論嘅走向。活動當日，陽光灑落喺法會現場，莊嚴肅穆嘅氣氛入面透出一絲神秘。朱麗倩身穿一件簡約嘅素色長裙，緩緩步入場地，佢嘅步伐輕盈，但又帶咗幾分遲緩，好似每一步都承載住唔為人知嘅心事。當佢出現喺眾人視線入面嗰一刻，現場嘅目光瞬間聚焦喺佢身上。不過，眼前嘅朱麗倩同大眾記憶入面那個溫婉動人嘅形象，似乎有咗唔少嘅變化。而家嘅佢已經年屆60，歲月喺佢身上留下咗清晰又深刻嘅痕跡。曾經緊緻嘅皮膚而家變咗鬆垮，甲兩邊嘅肉微微下垂，失去咗往日嘅飽滿同彈性。眼袋大得好似兩個細袋掛喺眼底下方，睇落格外憔悴。頸上幾條深深嘅折紋，更加令人不禁感嘆時光嘅無情。佢嘅頭髮隨意挽喺腦後，幾縷碎髮散落來，增添咗幾分滄桑感。整體形象同以往喺公眾面前總係優雅得體嘅形象形成鮮明對比，令人不禁心生疑惑。呢幾年佢究竟經歷咗啲咩？而佢身上背着嘅個價值4萬嘅名牌包，在呢樣略顯黯淡嘅形象襯托下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。呢個包款式簡約大方，又不失時尚感，精緻嘅做工同獨特嘅物料展現住佢唔菲嘅價值。不過，當佢出現喺朱麗倩而家嘅身上時，似乎冇為佢增添幾多貴氣，反而有啲格格不入。有人不禁猜測，呢個包係咪另有心意？係純粹為咗配搭出席活動，定係背後隱藏住其他唔為人知嘅目的？隨着朱麗倩嘅現身，現場嘅氣氛變得越嚟越微妙。佢神色凝重，眼神入面透露出一種難以言喻嘅複雜情緒，時而低頭沉思，時而環顧四周，好似喺尋找住啲咩，又好似喺躲避住啲咩。呢種異樣嘅狀態，令在場嘅媒體同觀眾都敏感地察覺到，今次佢出現絕非偶然，背後可能有唔為人知嘅秘密。據現場一位唔願透露姓名嘅知情人士爆料，朱麗倩今次出席法會，並非簡單嘅宗教活動參與。該知情人士稱，近期劉德華家中似乎遇到咗啲棘手嘅事情，具體情況雖唔清楚，但從朱麗倩嘅狀態同今次法會嘅特殊性質來睇，很可能同家庭運勢、事業發展或者健康方面嘅憂慮有關。你睇佢嗰神情，肯定係有大事壓住心頭，而且選擇喺呢個時候出席呢樣嘅法會，絕對唔係隨便決定嘅。呢位知情人士言之鑿鑿咁講。呢個爆料瞬間喺現場引起咗軒然大波，大家紛紛開始猜測朱麗倩今次現身嘅真正目的。其中，求子同求財兩種猜測成為咗眾人討論嘅焦點。先講講求子呢個猜測。劉德華同朱麗倩結婚多年，雖然育有一個可愛嘅女仔，但喺中國傳統觀念入面，尤其係像劉德華咁喺娛樂圈有極高地位同影響力嘅家庭，對於兒子嘅渴望可能一直都存在。近年來，不斷有傳聞稱劉德華夫婦一直希望再添一個兒子，以延續家族香火。今次朱麗倩出席法會，係咪為咗祈求上天賜予一個兒子呢？畢竟喺好多人都認知入面，法會呢種莊重嘅宗教儀式，往往承載住人們對美好願望嘅期許，尤其係同生育相關嘅祈願，更加常見。從朱麗倩嘅狀態來睇，佢而家已經60歲，呢個年齡對於生育嚟講無疑係一個巨大挑戰。但佢神色入面嘅凝重同焦慮，似乎又暗示住佢內心深處有某種強烈嘅渴望同憂慮。
也許佢深知自己年紀大咗，生育嘅機會越來越渺茫，但又唔想放棄呢個希望，所以選擇借助法會嘅力量，祈求上天能夠眷顧佢，令佢實現再為人母嘅夢想。而求財呢個猜測亦唔係毫無根據。劉德華雖然喺娛樂圈打拼多年，累積咗豐厚嘅財富，但娛樂圈競爭激烈，事業發展亦充滿唔確定性。近年來，影視行業受到各種因素影響，市場環境複雜多變。劉德華嘅工作雖然依然忙碌，但背後嘅壓力亦可想而知。朱麗倩作為佢嘅妻子，自然對家庭嘅經濟狀況同丈夫嘅事業發展格外關注。今次佢背住價值4萬嘅名牌包出席法會，係咪有特殊寓意呢？有人認為呢個昂貴嘅包可能象徵住財富同地位，佢希望透過法會祈求家庭財富增長，事業能夠更加順風順水。畢竟喺商業社會入面，財富往往被視為成功同幸福嘅重要標誌之一。對於像劉德華咁嘅明星家庭嚟講，維持同提升財富水平亦係佢哋需要面對嘅現實問題。不過呢啲猜測都只係基於表面現象同部分知情人士嘅爆料，真相究竟如何，恐怕只有朱麗倩本人同劉德華家庭內部最清楚。就在大家議論紛紛嘅時候，又有內部人士透露咗啲更加驚人嘅秘辛。呢位內部人士稱，劉德華近期喺事業上遇到咗啲麻煩，佢參與投資嘅一部新電影喺拍攝過程入面遭遇咗好多困難，唔單止預算超支，而且拍攝進度嚴重滯後。更慘嘅係，電影嘅題材同內容似乎亦引起咗啲爭議，面臨住審查方面嘅壓力。如果呢部電影最終唔能夠順利上映，或者上映後反應唔好，將會俾劉德華帶來巨大嘅經濟損失同聲譽影響。朱麗倩作為劉德華嘅妻子，對丈夫嘅事業一直默默支持。佢深知呢部電影對於劉德華嘅重要性，所以內心十分焦慮。今次出席法會，很可能係為咗祈求電影能夠順利渡過難關，取得成功。佢希望透過宗教嘅力量，為丈夫嘅事業消除障礙，帶嚟好運。呢個消息出嚟，令整件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。如果真係為咗電影事業，那麼朱麗倩嘅焦慮同凝重神情就有合理嘅解釋。但點解佢要選擇以咁低調而又引人注目的方式出席法會呢？係擔心外界過度關注會俾電影增添更多壓力，定係背後有其他唔為人知嘅考量？同時，關於朱麗倩身上嗰個4萬名牌包嘅猜測亦越嚟越激烈。有人認為呢個包係劉德華為咗安撫老婆，特意為佢買嘅。喺面對事業困境嘅時候，劉德華希望透過呢個昂貴嘅禮物，令老婆感受到佢嘅愛同關心，減輕佢嘅心理負擔。而朱麗倩背住呢個包出席法會，可能亦係想向外界展示家庭嘅穩定同幸福，傳遞一種積極嘅信號。但亦有人持不同觀點，覺得呢個包係朱麗倩自己買嘅，背後有特殊嘅目的。喺娛樂圈呢個充滿誘惑同競爭嘅環境入面，朱麗倩可能希望透過呢個名牌包來提升自己嘅形象同地位，展示自己作為劉德華老婆嘅尊貴同光榮。尤其係喺丈夫事業面臨困境嘅時候，佢想以呢種方式為家庭增添一份底氣同自信。就在各種猜測甚囂塵上嘅時候，又有媒體捕捉到啲細節，令整件事更加充滿懸念。喺法會現場，朱麗倩同一位神秘人士交談時，神情格外專注，仲唔時微微點頭，好似喺認真傾聽對方嘅建議。呢位神秘人士究竟是誰？佢同朱麗倩之間有咩關係？佢哋嘅交談內容又係咩？係咪同今次朱麗倩出席法會嘅真正目的有關？呢啲疑問就好似一啲謎團，纏繞住大家嘅心頭，令整件事越嚟越引人入勝。而朱麗倩喺法會結束後嘅行蹤，亦成為咗媒體關注嘅焦點。有狗仔隊跟蹤發現，佢冇直接返屋企，而係前往咗一家神秘嘅私人會所。呢間會所平時很少對外開放，只有少數特定身份嘅人先可以入去。朱麗倩點解要去呢度？係喺呢度同某些重要人物會面，
商討應對當前困境嘅辦法，定係另有其他安排？隨住事件嘅不斷發展，越來越多細節被曝光，但真相依然好似霧裏看花，令人難以捉摸。劉德華同朱麗倩夫婦對於呢次事件始終保持沉默，冇做出任何官方回應。呢種沉默更加激發咗公眾嘅好奇心同猜測欲，各種版本嘅傳聞喺網絡上瘋狂傳播。有人認為劉德華夫婦選擇沉默係因為事情過於複雜，涉及好多敏感資訊，唔方便公開透露。佢哋希望透過低調處理嘅方式，避免事件進一步擴大化，俾家庭同事業增添更多唔必要嘅麻煩。亦有人猜測，呢可能係一種公關策略，透過保持沉默來引發公眾嘅持續關注，為即將上映嘅電影或者其他事業項目製造話題同熱度。不過，無論真相如何，朱麗倩今次現身法會所引起嘅爭議同猜測，已經成為咗香港娛樂圈近期最熱門嘅話題之一。呢個事件唔單止令大家看到明星家庭背後嘅複雜同神秘，亦引發咗大眾對於信仰、事業、家庭等好多問題嘅思考。喺呢個充滿誘惑同變數嘅娛樂圈入面，明星嘅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。佢哋嘅生活睇落光鮮亮麗，但背後卻隱藏住好多唔為人知嘅壓力同挑戰。朱麗倩今次嘅狀態同舉動，可能只係冰山一角，背後可能仲有更多唔為人知嘅故事等待我哋去挖掘。